真侪人拢真关注国军志愿役待遇增加到3万的这个议题。国防部后礼拜一会做专案报告，按算无人机等等的特殊部队会起薪水。那志愿役增加到3万，并无伫咧即届调整的范围内底，是引起正人的讨论。 中国侵扰台湾是无咧歇，国防部自9发布侦测到中国歼10轰6空警500中国型主战机、副战机计共12架处出海，驶过中线甲伊沿线线，进入咱国南部甲东南空域，去西太平洋进行远海导航。 国军出动军机、军舰、海底飞弹系统警戒，守护大海，官兵的任务是真重。根据统计，目前三军主战部队编现比是无到8成，战力大受影响，也互外界关心国军薪水待遇。对此，国防部最新的报告显示，研究正修订战斗部队加级、列入无人机部队，也有战航管加级、和反情报勤务加级等等方案，不过无列入南北6月修法加志愿役的加级增加到3万块。 比较辛苦的作战部队，像比较颠簸的沱江级的军舰，这一些地方的编线比都属于偏低。我们应该透过这些加给的方式，让招募的兵员来到我们国家需要的地方。行政院却不编列相关的预算，这根本就是带头违法乱纪，打脸赖总统。这不仅造成朝野的对抗对立，更是严重伤害15万志愿官兵的权益跟士气。立委肯定国军甲战斗支援单位列作优先加级，不过哪位是无咧信道批评政府打击官兵士气？因那立委会第6正式规报显示，中国因应台海冲突，最近伫东部沿海由北到南去上海浦东海军基地。 厦门大顶岛双安国际机场、江浦直升机基地等5大军事据点，用来运补物资、投射兵力、夺取外岛。上海的浦东到浙江的乐清湾以及漳浦直升机，这3个军事基地都在扩建，可以直接驻扎它的海军陆战队或者是空降兵，威胁台湾以及澎湖。 学者观测，中国的目标是具备由演转战的能力，国军要反制手段，透过部署海马斯导管火箭，打击距离有300公里长，会当直接进行源头的打击。国际新闻采访报道。